白河拿粗比木棉花季为3月5号到3月20号期间登场，活动结合当地社区、邻近区域的青农以及商家，行销咱市下来172线、台3线、台17线、台19架线、202线等特色景点以及产业美食，互来遮看花的民众，不但有美景通好欣赏以外，嘛有美食通好食，真正是有食有看，够有耍。白河木棉花季的开幕活动，很多好朋友今年盛况空前，由于这个气候的许可哈，那没有下很多雨，所以说不会满地的泥泞，所以今年的游客我相信预期会比往年都还多，而且木棉花的花况很好，那所以我想今年应该是我们是乐观的期待，非常感谢水保局台南分局他们的帮忙，让很多的入口意向的部分都能够让这个木棉花，不管是主道或是支道，这个步道都非常非常的漂亮。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卖点。那我们希望说木棉花季的活动要配合我们的农产品的行销，还配合我们新农人在这边一起来做一个活动的加持。民众若是想要来白河拿粗比木棉花季，会当多加利用大众运输。白河区公所伫花季期间，有规划一系列的活动，有定点导览、艺文演出、拍卡送礼，有真侪美食特产单位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参加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